厕所啊，然后还有屋顶漏水的，还有改善。我们也编列了一些相关的经费，针对市场的硬体，包括了地坪、水沟、环境清洁，还有我们的公厕，未来我们都会做大力的一个改善。有很方便啊，那些老人才可以不用爬上爬下，拿去那边给有需要的人，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啊。所以这边摊商都还蛮支持。对，蛮支持的，因为东西有时候每个人都要新鲜的啊。如果今天卖不光，没有卖光的，就是拿去那边，人家还是会拿去。因为其实市场有很多多余的物资，那其实摊贩商如果说要让明天再卖的话，坦白讲已经消失那个新鲜度了。那如果可以将今天剩余堪用，然后卖相不好的留给我们社区的长辈，甚至独居弱势，那其实这份爱会大家感受到市政府的温度。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菜市场是市民每日采购食材的地方，而卖相差或没卖完的食材该怎么办呢？台南市政府为了鼓励惜食的理念，陆续设置了16处爱心惜食平台，其中有15处就在公有零售市场。市场摊商可以将卖相不佳但还可以食用的食材放进冰箱，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此外，市府也致力于改善市场的硬体设备，例如关庙市场近期增设货柜公厕，方便民众及摊商使用。市场处并邀集在地7年级学生共同彩绘外观，展现关庙市场的在地特色，让菜市场除了民生采买，也发挥更多凝聚力。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关庙是一个老的市场，所以说我们有些设施还不很完善，所以刚好用最节省的方式，用最快的速度建置了这个货柜屋洗手间。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谢谢这个市场处很快的就能够反映这个在市场购物的婆婆妈妈以及民众的需求，然后能够很快的速度把这个公厕给设立起来。那它的功能虽然是货柜屋，但是功能一应俱全，而且事实上清理是很容易的哈。建立起这个惜食平台，用这个冰箱储存的方式，欢迎大家可以自行取用。不管是要做公餐的社区，或者是家里有需要的年长者，都欢迎来取用这个惜食平台里面的一些食材。我们希望能够建置更多台惜食平台的这个冰箱。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社会上有爱心的人一起来做。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收看欢迎收看7月9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根据了解，今年台南的酸影敢若外销日本、韩国都已经创历年来新高，嘛，互行政院长苏贞昌专程南下玉井了解相关检疫甲农产物流的状况。会中院长嘛答应市府努具的策略处理，会来换新做伙拼外销，照顾农民。为了照顾我，大部分国产水果拢需要用炊烧加低温冷冻方式来通过病虫害检疫。不过，淡市的处理机械已经18吨啊，容易造成水果热度无平均，那个继续用牛股会有2成报废，相当无彩。所以市长每天探行政院长苏贞昌来到玉井机会，积极来争取补助换新。我们的这个蒸热厂，如果今年在芒果季节结束后就可以开始建新的蒸热设备的话，明年的这个芒果季就可以用到了。所以我们希望说在1年内就把它建置完成。另外，比较大规模的5.6亿的扣掉应该是4点多亿了的这个冷链的物流，也希望在明年12月左右到后年初能够建置完成。这样子的话，整个冷链的系统可以保持我们的果品。事实上，不只是芒果，刚刚看到了，包括文旦、包括凤梨外销也都需要经过一些处理。所以说很谢谢，也很急需。我们这个是给钓竿，这个不是买鱼吃。这是给钓竿。我们把蒸热设备做好，就能够让
农民的品质以及他的收入得到确保。经过黄市长甲这位立委的共同争取，嘛得到院长当场答应，中央甲地方合作照顾农民拼外销品质，能够尽快，那不只是建设帮忙，连这个机器设备这么久没有设，当然市长讲，如果我们同意补助他明年就要用新的。那如果这样整个能够做好，那我们可以整个来都补助。那地方做得好、做得快的，我们也跟着更多更快。那这样我相信，对农民才是最有实际帮助。那我们最重要是提升品质，增加竞争力，台湾才能继续在世界发光发热有一席之地。根据了解，今年滇市所生产的酸叶外销日本、韩国拢大幅度成长。贸所院长专工来台南关心外销检疫的作业，甲农产物流中心的推动，同时嘛，学了滇市的防疫做了真好。但新闻官及何乔邦采访报道。虽然中央宣布7月13号以后延长3级警戒，不过嘛有真侪场所已经有条件开放。其中滇市针对风景区、甲登山步道，以及咱上侪古迹、甲艺文场馆，嘛有进行开放甲管控的说明。同时呼吁民众到时赶快来落实防疫，千万唔通放松。中央宣布3级警戒延长到7月26日，咱台南都要依照中央的指导，嘛因应在地做出调整。面对7月13号未解封以后，市长表示是期待各惊受伤害，所以要求一定要做好防疫。其中观光旅游的部分，先开放虎头埤等7个风景区，这是户外嘛有上侪500人等严格限制。那在我们户外场馆场所的部分呢，我们就有风景游记区，那主要就是虎头埤风景区以及我们的双春滨海游憩区、个人汤屋它允许的是室内的一个使用。那在第4呢是德源埤，我们葫芦埤我们的自然公园、关子岭的水火同源，以及关子岭保全温泉的一个空间公园的一个空间那每一个场域都有我们一个容留的一个限制那大家也都知道，这些场域都非常的大那我们原则上呢，遵照中央的指示，那我们就相对采取比较保守的一个做法，我们大概控制在容留人数大概是4成以下的这样的一个人数比如说像我们的虎头埤风景区，我们是以500人为上限那我们不开放承运，那我们下午4点之前这跟中央也是一样的4点之前我们4点就会截止入园。另外，台南市内古迹甲艺文场所，也是维持原本的防疫甲严格管制人数的条件。我们有非常强的一个管制。那么在户外空间的话，我们在2级管制的时候，譬如意在京城是500人，那我们现在就维持在250个人。那室内的独立空间，我们是以每人2.25平方米，那上限不超过100人。那如果室内的空间在10以下，那么我们就不开放。那另外在饮食部分，我们也是落实使用隔板、梅花座，那有固定的集中的地点的用餐，那禁止边走边吃及试吃招揽。所以在这部分，我们也会很严格要求我们委外的相关的。那另外就是我们有很多民间私有的这些地方文化馆、博物馆的部分，我想我们也会依照我们官方的一些馆舍的一个处理原则，让这些私有的馆舍比照我们的方式来进行。文化局进一步表示，因为集会活动维持停办，所以目前全市的艺文表演由原继续停演到7月底。但新闻官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因为配合伫南区的疫苗注射，后民众排队排足久，却注无引发病源，所以市府9号紧急伫安平区自治高中设立大型疫苗注射站，为2500位符合资格的民众来服务。8日伫南区原理甲喜树的疫苗接种，因为想要住的民众伤济，有排队的状况，引发病源。市府9日伫安平区自治高中加设大型的疫苗接种站。伫现场会当看到
排队的情形好了真济，现场的民众拢学了规划了真好。我刚有传给朋友，跟他们说，哦，很大型啊，但是那个秩序很好，很棒。对啊，而且流程很顺畅。感觉呢很顺利啦，很顺利，安尼当做着安尼欢喜啊。虽然今日的疫苗接种的场地是伫咧安平，毋过只要是设置伫咧台南，毋管你住倒一区，只要符合资格，像望有约了后就会当接种。今天是我们在安平区我们的慈济高中临时加场的一个大型的接种站，那它不限于我们。现涉及于台南市通通都可以，不一定是要我们安平或者是南区哈。之前有民众一直问说，是不是只有我们南区跟安平？没有，是只要全部涉及在我们台南市的市民，通通都可以线上来预约，然后来施打。那我们今天的量能大概是2500个人哈，2500个人会来我们这边施打。那也很感谢我们的民众哈，他们大家都很乖，都会依序来排队。然后今天还蛮顺的哈，到早上哈就看到我们后面的情形，每一个市民大家都很高兴，也谢谢市长有加开这样子的一个大型接种站，让他们都可以很快就可以打到。9日伫自治高中的大型疫苗接种站，预计会当为2500位民众完成接种。市府也呼吁民众会当多加利用台南打疫苗来软体预约，会当减少民众伫现场白白等待时间，让整个驻有方式流程更加顺利。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同款甲疫苗相关的消息，安平一间包药店的头家为了鼓励民众踊跃来注疫苗，提升病毒的免疫力，特别举办注疫苗的免费换包的活动，预计准备500粒烧烫烫的肉包要来请客。阿水博包仔头家李云玉，因为本身嘛是领长，所以伫日前已经完成疫苗接种，了解到疫苗的重要性。看到现在所有人拢带着翠安生活，互伊真怀念大家过去正常过日子的时阵。为了鼓励大家踊跃接种新冠疫苗，特别准备了500粒包仔要来烧送。活动举办2天，已经送出800粒包仔。注了疫苗，才会请你食包仔嘛？哦，是吼，我怎么打知影？我感谢你啦，吼，谢谢。哎，就欢喜哦。对，感该欢喜对吧？我觉得他很好，他很有善心。其实他不是只有这个打疫苗的部分，其实我们长期以来他都对国中小都很有帮助，就是说他考100分也可以来换包子哈。其实我觉得他取之社会用之社会非常好。现在这个疫情没有打疫苗，似乎没有结束的迹象了。那现在鼓励大家有没有赶快出来打疫苗？那赶快疫情让它结束，恢复到那个以前的正常的生活。那有时候是。突然很想念以前没有戴口罩的日子的，因为大家都说防疫做得非常好。那我是觉得人与人之间的那个距离也因此有了生疏的感觉。那真的很想回到以前那种正常的生活，大家都很亲和这样子。那所以赶快鼓励大家出去打疫苗，所以推出疫苗，然后我们就请他吃包子。李云玉表示，目前疫情虽然有趋缓，但是疫苗接种率也未提悬进前，也是唔通大意。为了鼓励大家出来接种疫苗，所以家己出钱出力规划这项送包仔的方式。你打疫苗，请你吃包仔。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位于中华路一段甲东平路口的人行道，原本并无设立无障碍，造成新众朋友经过时相当危险。不过透过前东区区长陈胜男的协助，已经将人行道重新整修。除了让过路人安全，同时嘛符合新众朋友的需求。位伫咧台南市东区中华东路一段甲东平路口的附近，原本无设无障碍通道，所以有造成真侪新众朋友咧经过这个路段的时阵会较危险，同时嘛会造成因真侪无方便。经过民众甲区公所反映了，公所这边已经针对反映的问题来做好处理啊。他没有做到很优一点，因为其实走下来还是有点陡哈，对我们轮椅者来讲有点危险啦。所以我希望他做的方式，就是公部门做的方式，可不可以依照就是最新的法规来做？就是先让它顺平，这样子斜下来、顺下来，这样子我们所有人在走都很安全。整修了，实际透过新众朋友的使用状况的反应，确实比以前更较安全。区秘书表示，如果会当迈较行的话，会当参考即摆法规落去整修。会当互危险更加上低。那我们今天呢来看这个
东区中华东路一段跟东平路口的这个路口的改善之前人行道有一个台阶现在已经有给它去除掉，有整平做一个斜坡道。那还有骑楼地的部分，本来有栏杆围住现在已经有拆除掉了可以很顺畅的来通行我想还可以再更提升，让整个人行道跟骑楼地更顺畅更整平，让我们每一位行动不便者、身障朋友或是高龄化的朋友，还有我们妈妈推婴儿车也能够更便利。经过会勘了，区公所已经有把问题处理好啊。如果哪个有需要改善的部分，公所这边若接到通知，就会赶紧派人处理。同时，嘛会针对当区还未设置无障碍人行道的所在，用上紧的时间甲处理好，并予用路人一个安全搁好行的人行道。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先歇阮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疫情期间，真侪团体甲个人发挥爱心，拢将焦点放伫防疫物资的关键，毋过却相对排斥着传统救护器材部分。所以新世代协会前理事长刘淑芳，上午透过议员蔡小薇，捐赠500组救护车顶的救命器材。新冠疫情延烧，伫个大量耗用呼吸道相关的设备同时，相对的嘛排斥着平时传统的救护器材。伫个议员蔡小薇甲立委林俊宪的牵线，社团法人新世代协会前理事长刘淑芳，上午嘛特别捐赠500组的声门送呼吸道，予台南市消防局，由局长李明峰代表接收。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蔡小薇蔡议员呢，在他的谋划之下，那么我们呢，民间捐赠我们这个抛弃式的喉头罩这个对我们紧急救护非常重要。那我们每年的这个需求量很大，那市府的预算呢也有限，那正好呢现在今天捐赠这一批呢，3900个吧，那我们就可以马上用上场对我们整个下半年的紧急救护帮忙非常大。我在此还要再感谢我们蔡小薇蔡议员。以及我们的捐赠者，谢谢。今天我们透过新世代社会福利关怀协会的刘淑芳理事长呢，带领的他们的所有社工团队呢，来针对我们消防局所急需要的上升门呼吸导气管这个是针对这个欧卡或者是呼吸急促，然后有这个需要强制可以给他灌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他们的救护设备。那我知道现在我们的这个消防局现在不管是基本的这个救护以外，他们还要投入防疫的工作。那我们也看到全台呢，大家不仅是只需要疫苗而已更需要的是我们大家同心协力带有正能量的一起募集物资来给予我们的公部门呢。大家公私协力那大家可以一起来共同抗疫，也正希望我们可以早日回归正常的生活。局长表示，声门送呼吸道是挽救心肺功能停止、甲呼吸窘迫症候群的重要工具，因为是一届性的抛弃式。虽然市府每年都有编的预算来添购，但政府的预算有限，民间的力量无强。局长真感谢民意代表的配合。送来这批及时的救命神器。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疫情持续3级警戒，议员郑家新甲冠南目镜公司联合捐赠大约5000支的护目镜，要予第一线消防甲医护职工。同时嘛，开放新空区的民众免费来摕。议员表示，只要伫脸书登记，一人会当摊摕一支。由议员郑家新甲台南市冠南目镜公司联合捐赠的护目镜，第一批9岁10箱，总共1440支，日前嘛送到桂林消防分队。
将分散予第一线的消防人员来使用。加上现在正进行新冠疫苗的注射，卫生所的医护人员甲职工长辈等，议员嘛一一前往地上。这一次很刚好，我这边就媒合跟这个我们冠南眼镜公司蔡董事长，首先要真的很感谢他。我们这一次一共有捐赠给我们台南市消防局10箱的这个防护安全眼镜。那这个安全眼镜他们就是都外销到国外，所以这个是针对疫情期间非常非常的适用。那第一时间，那蔡董就说，那他愿意就是配合我们这边，然后我们就一起捐赠给消防局10箱。那今天早上已经也送抵达台南市消防局，在归仁分局。那下午呢，我们也得知说，归仁国中今天刚好有第一批首批打疫苗280位，在归仁国中那刚刚我们也过去归仁国中那边发放给我们这些民众，还有志工，还有那一些很辛苦的卫生所的第一线医护人员，真的很谢谢他们。那我在这边也要呼吁大家，可以用登记的方式来我的服务处，那给我们新丰区的民众一个人限1支，因为数量真的有限，所以民众只要在脸书在我们的脸书增加新市议员的脸书来登记，就可以来服务处索取。除了第一线医护甲消防救护人员以外，另外议员嘛开放新丰区的民众免费来索取，总共大约5000支的护目镜。民众只要到议员的脸书来登记，就会用免费来领取。因为数量有限，因此限制一人1支，送完为止。台南新闻林根刘品言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多云天气，温度27度到33度，落雨9有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感谢收看7月9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咱再会。